后来新年头、旧年尾，真侪公司咧食尾鱼，有民众伫网络顶铺文，讲因食尾鱼经费无够，每一个人另外要搁补700块。伊讲伊是菜鸟啊，所以唔敢来拒绝。啊，真侪人讲食尾鱼都要搁贴钱，安尼就卖去啊。嘛有真侪人讲安尼食无合理。劳动部讲，尾鱼是福利的项目，唔是工资。员工会当家己决定是唔是要去，啊，公司嘛袂当要求员工另外搁交钱来食尾鱼。动感阁有气氛的歌曲，一条接一条，袂少企业伫咧买鱼拢会落成本来照顾员工，有食阁有掠，阁有表演通看。毋过某公司的员工就阁爱家己出钱，互伊无奈问讲，这敢有正常？部分的员工讲，家己旧年才毕业，打到新公司，所互人通知买鱼经费不足，啊，若选定的餐厅，每一个人就要补700块左右。毋过家己是菜鸟啊，所以毋敢拒绝。当时嘛讲，若是经费不足，会当选预算内的餐厅，也是归期卖办。我应该是不会花钱参加尾牙，尾牙应该是公司慰劳大家。去更好的场合，就是我们员工自己付一些，然后公司再出一些，这个我是可以接受。有民众认为家己出钱参加买鱼，就袂输是加班，就要考虑到同事佮有人情压力，大部分敢若会当接受。不过专家就讲，迄是无一定。员工在自己花钱的话，确实是不合理的。出席这个尾牙的话，不算是执行所谓的这个劳务的情况，因此这个资方也不能要求员工这个一定要出席。劳动部嘛指出，买鱼餐会甲奖项拢是算福利项目，毋是工资，所以员工会使家己决定敢要参加。嘛因为毋是工资，所以若是无出席，就算是放弃福利。公司毋免另外补偿，毋过嘛袂使要求员工爱补餐费。另外，若是员工奉强制规定爱出席，也是伫假日办买鱼，就算是工作时间，资方就爱做好互人请加班费的准备。办买鱼感谢当年规年的辛苦，美甲阁袂少，要安怎互大家欢喜，阁会当团结，考验到业者的做法，嘛关系到新的一年工作的动力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